相信你可能不知道，桂花又称为九里香，是一种遇冷才开花、生命力顽强的植物。桂花可以熏茶、入菜，也可以做成桂花酿。它的香气与滋味，如果你尝过，一定不会忘记。不过，在遇见俊文之前，我从来没尝过桂花酿。好不好吃？这个啊叫做桂花酿汤圆，可是我们南庄这一带特有名的特产客家点心哦。记得小时候，我妈偶尔也会做给我们吃，我妈做的更好吃。你说，哎，金贵姐嘛，你来了。你老爸讲你本意。还有哦，哎呦，俺没谈过你今年没做嘞，是梦啊，是梦呀。来，你快坐啦。身体冇嘛个好，做一些来拼命啦。哎呦，你做点咸菜哦，要拍菜哦，按好事哦，你爱功夫哦，一定会传下去啦。传嘛啥？阿妹会家铁的，啊，从厂后算5倍啦。啊，来哦，去台北，还无转来啊。哎呀，讲人啊来哦，唉，30岁嘞，唔是讨伊个女朋友转来本来看啦，我吹机机也无急啦，还你把养个杀咯。哎呀，后生人后生人自家打算，你呀，唔是瘦啦。打算，人讲等咯，哈，等唔到哦。啊，错啦，你上摆讲的细妹的样板，做个做嘛个啊？哦，其迄吼，香港所谓总务科长的妹啦，底下啊，迄个时候做先生啊，伊喏，甚至亲强哦，又一懂事呢。按好个条件，佢无男朋友哦。都无通讲咧。哎，前一步哦，今日也去熟伊呢。哎，拜托你，同我介绍一下。哎呦，放心啦，这些事情哦，搞好来就好啦。也系早上哦，那边包一包太薄的红包本。哎呦，唔是啦，包嘛个退红包啊，你啊，拿不出本来就好啊。不错哦，冇问题啦。哎呦，请好哦，等哦，掏新票啊，哎呦，新票退休咗，哎呦哦，你就轻松了。转了咧！啊！转了咧！阿爸阿妹，我转来咧。转了以后，转来咧。伊就是你讲嘅淑凤哦。阿妹，唔係淑鳳啦，佢係雅鳳。错，雅凤。哎，我们正文呐，头一次带女朋友回来哟。哎，你不是客家人哈？不是。阿妹，唔好夜下出門按到啦。哦。好了，来弟妹，等一下哦，叫俊文哦带你到处走走哈。来，你来。小心哦，小鹏，这个是我曾经跟你说过我妈的藏宝库，我最怀念的地方。不过以前小时候看起来感觉很大哎，现在看起来又没那么大的感觉了。这里好多瓮哦。这些都是我妈以前存放酱菜的地方，她做的酱菜啊，以前可是很出名的。记得小时候，不光是要做给家里人吃，她会做给一堆亲朋好友们吃哎，每次就要做上上百罐。哇，你妈好厉害哦。对啊。
就要什么意思？都给我说到嘞。阿芳，你要不吃吃看？好啊。怎么样？好吃哦。你是贪吃鬼哦？太怀念了，真的是妈妈的味道。试试看。是。阿娘讲起来，你们也交往一阵子了哦。那你怎么不跟俊文常常回来玩呢？呀，阿妹，你们希望会较早就结婚没？古说，因着去发展公证结婚嘞，根本是有人讲这个事情啦。嘛该啊，你了啥结婚了？俺这个事情，我来跟你讲。什么时候的事情？是松正夜的事情啊。没有请人家喝喜酒，有早点咯。唔讲啊，出差2整夜，真紧无限啊。嗰夜餐呢，怎讲好咧？还有哦，那封有生30人夜咧，佢讲做形容山冇买个好看。亚芳，有神了哦。嗰啲阿好啊，娘妹唔係七上恩南順嘅咩？嗰啲阿係妹娘本是送去臨門咯。周妈妈做的菜真的很好吃哎。是啊，你不知道啊，俊文啊，他最爱吃阿梅做的菜了。不过啊，说真的，哎，你们两个还真是保密到家哦。你们真的都不知道我跟俊文的事哦？嘿呀，哎，阿梅啊，之前还一直很担心俊文找不到对象，哎，前一阵子还托阿姨婶说媒呢。哎，现在阿姨婶啊，要是知道他现在结婚了，一定会吓一大跳呢。哎，不过现在这样很好啊，这样很好，阿梅啊就不用再担心烦恼了。你到底该买个东西了？哎呦，那个嘴一头眼个种子，尿得个倒点咯。我以为这是不要的脏水。这是我存好多年炒菜用的酱汁呢，你他妈倒点一大手。橘子，生日快乐！谢谢。哎，芳，今天还把你抓来，你老公在家帮你带小孩哦？没有啦，丢在保姆家。嗯，他为什么不帮你带啊？他最近都要加班啊。我们最近一直吵，不知道可以撑到什么时候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哎，你们俩当初不是爱得死去活来吗？而且闪电结婚的也是你们呢。啊，算了啦。其实我觉得你有时候的脾气也真的很倔，你知道吗？你是不是应该互相的让一下呢？嗯。我在想啊，你
你偶尔可以给他一点点的惊喜。对了，既然他今天在加班，那你等一下就可以买宵夜去找他啊。小姐，怎样？你是我朋友还是他朋友啊？小姐，那话不能这么说那男人都是这样的嘛，吃软不吃硬，是不是？你的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来喽！雨不停落下来，那去吃宵夜好了，你觉得呢？吃宵夜。我常常觉得，人的缘分真的很奇怪。越以为不可能的事，越会发生在自己身上。钟先，李小姐，关于监护权的问题，如果钟先没有其他意见的话，那请就在这里签名。因为父母亲走得早，从小我就不断提醒自己，要独立，要坚强，只有自己最可靠。但是见到俊文开朗的笑容，我一度以为自己遇见了幸福，一头就爱了下去。签字离婚当天，我曾告诉自己，这辈子再也不想见到这个人了。没想到1年多后，真的和他永远告别。喂？跟爸爸说拜拜。拜拜拜拜。他有心脏病，突然间就按休上，就身体哦。身体疲劳，你洗到暗光，这嘛该吼。你竟然无如咸菜咧！你上次很走路脚有痛，哎呦，你冇必要专门过去去变暗的啦。呀，散开啦，莫动。好啦，你遐关心来哦，拿来个太菜，我骗数。
3万条的啦，夹骨啦。有啦。阿叔，我买东西哦。哎呀，哎呦，你咸水新出来的嘛？系啊，掠迄哦，金龟就做的哦，超好耍的哦。哦，哎呦啊！金龟就无，青球毛做泡菜的啊，掠摆迄眼同伊讲两做的呢，你掠摆无买哦，你下摆就买唔到咯。哦，哎呦，嘿，哎呦，来买两罐去了。哦，买两罐咯，好好好，来同伊包起来哈。来，我们到喽。好了，就这样。咦，要上课了哈。我不要去了。不行，宝宝去上班会来不及了。乖啦乖啦吼，拜托嘛。来上课喽。快去，拜拜拜拜。在这个地方工作又累钱又少的，这样下去哦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够自己开店啊？我现在不敢想那个啦，等我们大一点再说好了。也好了，现在不要想这个。啊，对，芳，这边有个包裹是寄给你的。看看哈。是谁寄的？我婆婆雅凤，你爱种菜，迄爱一家种个菜做个，以后是咯。迄个你爱食，爱啊，继续个基本意识。妈妈，那是什么？阿婆做的酱菜啊。什么叫阿婆啊？爸爸的妈妈。自从俊文过身以后，我哋年一日冇强爽，我最近真有間能力，記憶的本意，錢冇幾多，希望有一些的幫助，還有有限的事，希望你托我們轉來了。寂寞的成长经验将我训练得很务实。如果眼泪没有用，就没有留下来的必要。接到俊文妈妈的包裹与现金，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来，阿婆做酱菜。为什么收到一个并不很亲，又已经不是自己婆婆的人的关心，竟会让我如此的激动？再吃一个，好不好？伊讲问问啦，伊好说阿婆做个咸菜哦，客家人的孙呢，那又无爱说阿婆做个咸菜干咯。阿年儿就欢喜了啊！你从哦，唔会啦，挨下切仔。不要水开。爱孙哦，俺就好了来是啦，咸菜呀来干啦，哎阿婆俺就听了来菜呀，老是拿来干呐，来香烟俺就哎呀来孙
那，心替我来痛那，爱梦想咯，就做了来日啦，回家了来向那。哎呦！哎呀，又尿眼了！有个闪到了。一片呢，翕落一清楚。阿婆啊，那个腰骨啊，已经凸出来。你按到这样吼，要好好休息。迄无啊，要紧来紧严重，连行路都要出问题哦。俺还要做酱菜哦。做嘛呀？含咩？等于办个福菜、酱菜，按办来办去。阿婆啊，唔免看啊，酱菜较重要，也是自家身体较重要。我看吼，唔要带到医院方休息2日，经过出院了后吼，唔好再个昆虫的东西，要记得咯。这么大啦！来，过来，阿婆看看啦。来，叫婆婆。你不是最喜欢吃婆婆做的酱菜，干嘛不吃？哎呦，害羞了。妈，情况怎么样啊？怎么会受伤呢？就是因为他没啦。哎呀，老人家动一下腰骨就闪到，没有关系。哪有没关系啊？医生都说他现在什么都不可以做呢。哎呀，妈，你要多注意啦。哦，文文，哎呀，过来，阿婆看看几岁啦？嗯？知道。哎呦，文文哦，伊将军文寒舍个世界咯。原来妈都是因为我才会被你叫。你不知道啊，阿爸的退休金没某一斗啊。阿梅又牵手人家的省发某火锅，哎，堆了一大堆订单在那边啊。我看现在都得一一的退掉了。你有不在，我一定无聊死了。我一下就回来了，好不好？不是啊，你现在搬去跟你的公婆一起住，我是担心哦，你这个臭脾气哦，会不会跟你公婆合不来？还有，你放心啦，没事的。没事的，这是你说的哦。好，那你答应我，要是你在乡下有任何不适应，一定要马上回来哦。知道啦。好，公公。幼稚。你才幼稚。为什么会毅然决定带着文文离开台北，到南庄去帮俊文的妈妈做酱菜？我当时并不很清楚，但是我很肯定的是，对家事毫无基础的我，一定会吃些苦头。等一下他们就来接我们了。那我可以先睡一下。
俊文的妈妈多少怀有亏欠，又或许我对这个山城、俊文成长的故乡有着莫名的依恋。冲来了，对吗？哎呦！住的房间的，没什么变。啊，床单跟被单哦，我都换新的啦。你们能回来哦，真是太好了。我想说，等你身体好一点，我先回来帮忙啦。妈妈，我们以后就要住在这里吗？对呀，以后你们住在这里，阿婆带你去抓金龟子，好不好？好啊，耶耶耶！要按做钱咯。哟，那东西出来这么干？哎呀，我想说吼，既然要做，就好好学啊。嗯。妈，你赶快教我怎么做酱菜吧。做酱菜哦。嗯。好啦，你要吹着当出，你来做萝卜干呢。萝卜干哦。哎呀。好啊。妈，你没有什么秘方可以借我看？我个秘方，就是食谱之类的啊。哪有嘛个食谱呢？没有食谱要怎么做啊？做了会啦，调拿度。调拿度。吹掉哦，先切起来。哦。哎呦，吹掉不是切皮啦。妈，我们今天要做酸菜吼。没啦，我们要做客家福菜。福菜就你讲哈，泡菜啦。泡菜哈，就用这芥菜来做的。前几天哦，没什么太阳，所以要晒久一点。这个拿来腌，腌好了以后还再拿出来晒。晒好了，我们才能做福菜。把它装在瓶子里面。腌好了还要晒啊？嗯。我就想说它有灰尘，所以用水冲一下。我跟你讲过了没？那菜洗了以后会坏掉啊！哎呦，妈，我有办法，你等一下哦。哎呦，妈，用这个吹一吹，很快就干了。啊？要不用这个吹一吹？哎呦！哎呦，会变味道啦！你怎么那么笨呐？哎呦，你是在越帮越忙。
去抓小蜻蜓吗？妈妈怎么了？没有啦。好啦好啦，走啦走啦，走。文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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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文文。弟弟，你怎么一个人啊？妈妈嘞？哎呀，你去哪里了啦？我怎么找也找不到你。是你的小孩啊？嗯，谢谢你帮我找到他。不会啦。妈妈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去哪里？谁叫你要乱跑？去哪里？一个很棒。这个是我的店。山前小站。随便取的啦。来，里面参观。蛮特别的。这个是客家传统服装。颜色很漂亮哎。嗯。哎，介绍男装历史的书哎。你都得先看这2本，里面有介绍苗栗跟南庄。对南庄有兴趣啊？想要住在这里，多少了解一下啦。那如果你有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帮忙介绍哦。我可是这里的解说员哦。谢谢。拿个袋子帮你装起来。文文，不行，跟我去。先看看吧，有空可以常来。好。弟弟喜欢吃糖果吗？
这个给你，谢谢。乖。好啦。文文，妈妈问你哦，你喜欢这里还是台北？这里呀。为什么？这里有小蜻蜓，妈妈，还有嘞？阿婆、阿公可以跟我一起玩。真的哦。牙房娘都给人转来了。有没有？哎，念叽叽叽的，其实无欢喜啦。哎呦，你还那爱人的脾气啊，爱改啦。你还好生人，还看咩人讲？无像我哋老人家，哪日本人念唔得呢？好东西就要认真啦，无样做点咯。我唔记得啦，牙房娘是唔咩人嘅心球呢？当初係准文对不起嘅，佢今日是无个义务做了就些呢。东西无做好，又卖本人咯。再讲，牙房好不容易老文文突进了，无带无两日啦，是本人黑转去啊！到时你想去看孙的啊，就唔得走去染去哦。错吼，俺又冇想到这点咯。你们回来啦！在哪里哦？阿婆，我肚子好饿。哟，好饿啊！哦，来来来来，走给走走走。哎，你先吃。阿我来添饭哈。妈，我来就好了。哦，好好好好，来来来，来吃。哎，来，朋友。谢谢妈。都要了哦，时间了哈，慢慢吃哎。香菜赶时掉哦。秋叶什么意思？都叫冇收到咧。你不要塞那么多，你要从底层啊，慢慢的把它压紧一点，就像我这样子，这么紧啊，里面没有空气，做出来的泡菜啊，真好吃。妈，还是你做的比较好。你看我做的。没有关系啦，慢慢的学就会了。
做好了。哦，好能干哦，做得很好，很周明哦。可是鸭子的蜜要吃的时候怎么办？要吃啊，我教你，来，就做一个铁丝啊，钩子啊，哎，你看，就要用纯阿姨。婆婆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个啊，这是桂花酿。桂花酿。俊文他说他最喜欢吃你做的桂花酿。是啊，小时候啊，我常常做桂花酿给他们姐弟2个吃。妈，这桂花酿要怎么做啊？很简单呐、不过这个桂花季节已经过了，等秋天的时候桂花开，再来做好了啊。夜晚让我变到暗道风江水出来，要开10万2摆嘞。哎呀，这些是我新做的酱菜。牛排。入面都哦，佮以前毛毛的强样嘞。饼啊做好食了。无啦，你做较好食啦。就讲咩，咱用啊做个好食。来，吃茶，按着食。哎，爱想哦，你做咸菜和泡菜哦，也好食啦。啊，爱掠去银行哦，清扫啊，你心口哦，顺利都转来，你开销哪用么？俺们医生那个事情啊，人家跟茶货店的物业无好啦，啊，员工你还又唔会过来，也迄哦，永远天数做啊，让哦做较大的，啊，不用较大的地方去买，哎呦，这做的哦，甲钱哦存起来啊，嘿哦。经过啊，啊，也迄哦，心口天数做，安尼药的有较好无？哦，有啦，有较好啦。来啦，吃茶啦。好嘞。哎，你是那店那位小姐吗？今天没有迷路啊？上次真的谢谢你。不会啦，你拿那么一大包东西是什么啊？是酱菜啦，有酸菜、萝卜干，都很好吃哦。其实我家是做酱菜的啦，所以我来镇上的店问问看，可不可以寄卖。这样啊，我看看。看这个。不如这样，你那些先全都给我，我先试试看看，再来想想怎么帮你推广。真的哦？那我明天把其他的都一起带过来。还有啊？好啊，都拿来吧。还有暗斗。你说那家店要帮我们卖酱菜啊？哎呀，那间店生意不错，应该可以帮我上忙。哎呦，以后要不然啊，像我们这样子自己卖哦，存不到钱。哇，看起来好精致哦！没想到你想得这么周到。好东西需要好包装，这样卖相好，销路才会好啊。你们的努力也才有代价啊。哎，小姐，随便看啊。
这都手工做的啊。都你们自己做的吗？嗯，这一瓶怎么卖那一瓶160，2瓶300。？2瓶300。那我先跟你买2瓶好了。好。来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再来哦。声音真的有变好哎。对了，你有自己的部落格吗？没有啦，哪有时间玩那个啊？唔系啦，我是讲种菜的部落格啦。现在是网络时代，如果我们懂得利用网络销售的话，业绩可以是10倍，甚至是100倍。这样你们家的酱菜就可以卖到全国啦。你说的很有道理，可是我没有电脑。这样啊。好啦，如果你有需要的话，我会帮你做啊，或者是在我们商店的网页中增加你们产品的介绍。可是你要给我照片跟资料啊。好好吃哦。哎，我讲你也是按照阿婆的种菜。阿婆铁路啦，来讲金龟来种菜好了。金龟真要死条种菜用的啊？好啊，阿王讲得好，就按用决定。哦，这部落格做得不错哎。你看，按这里就有产品介绍啦，就差你的照片啦。好啊，那我们开始上传吧。好，来，先把这个传输线插上去，这是开关啊。我要这几张照片，这个。对，打勾。这张也不错啊。然后呢？这个是否确定上传？确定。这个。好啦。对。对了，你不是一直想多认识男装吗？要不要到镇上走走？这里就是洗衫坑，你看，现在还是有客人会来这边洗衣服。这山泉水哦，非常收了。等一下啊！妈，你落去。现在啊，多年就弟妹。妈，我现在啊。有冇披到发香啊？嘿啊，很香啊吼。你客家话吼，越讲越好。你都堂当然要讲啊。你看，你还贵发，快到一讲哦。嘿啊。你看，
真的迄几番的吼。一条几番迄蛮重的喏。伢讲讲哦，迄双是重的啦。哦，你在哦？爸，唔计是一个吼动厉害呢。系啊，这样钱还是为了要对伢婆婆，所以俺对伢婆婆好了的规划，俺开始是种。好嘞啦，讲啊讲，讲等下了为了做乜个？做事啦。好啦好啦。没爱用啦，哎。没啊。爱用啦，读后背啦。哦。哎呦。爱用，哎，你看。哦。有冇？哎呦。看见规划像一件呐，回想嘞。老弟啊，就给一面呐，爱情不归做错，归发娘呐，寂寞哎，穿的啊是价钱呐，那么有法哦。哎呀。来来，俺的酒。再加一点，加一点，把它平均呐。上面冰糖要多一点，来压到花，要不然那个花会浮上来。文文，你看这是什么？有没有跟叔叔说谢谢？煮完给你看哦。来，这个也给你。谢谢。不客气。这香吗？哦，对啊对啊。不好意思呢，每次都要麻烦你来搬货。不会啦，我很高兴可以帮忙。累了吧？我请你喝茶。好啊。来，倒一杯给你。这是我新做的茶，你喝喝看。好好喝哦，有蜂蜜的味道，黑马开茶。是桂花酿。桂花酿。加了桂花酿的茶。嘿啦，迄桂花酿。懂我啉吗？呐，哦，吹这个，谁送给你的？这是开店叔叔送给我的。哦，开店叔叔啊。我很好奇，
为什么你愿意从台北回来南庄啊？现在愿意住在乡下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哦。其实我本来也在台北餐厅工作，想说有一天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可以开一间自己的小店。但现在回来做酱菜生意啦，所以计划就改变了。这样子啊？你父母有你这个女儿，够幸福哦。不是父母哎，是公婆。是公婆啊？哦，我还以为。那真的很难得哎。哎，你这桂花茶真好喝哎，做得再一笔嘛。什么呢？你讲个后啥？迄唔系停嘅事嘛？是啊，老婆们做个了，看唔出来哦，佢对生意有一套。哦，你是讲佢老牙房？係啊，我想佢今日上一堆牙房。佢马上来。唔知呢，是想两年样赚来呢。来看看咯，阿婆看看咯。那个东西。泡菜、卤菜脯。哦。几好吃哦，鸡卡做的呀。这多少钱？2个8元，算你100。杨子姐。兄妹。40-50米好无？差唔多啦。泡菜、卤菜脯、鸡卡做的。对啊，那泡菜是吧？快水一讲哈。你讲多少钱？卖多少钱？86啦。86啊，这样贵嘛？85啊。系啊。85。85條啊。哎，雅芳，你来了。嗯。你在忙？对啊。哎，怎么没看到你的货？我今天不是来送货的，想要跟你讨论产品啊。你来度后，我正在整理隔壁这个库房，来看看。好啊。这里啊，以前我都当仓库在用，现在我想说把它清出来，看看能不能经营一些什么。这地方虽然不大，但是地点还不错哦。还有，那希望开一间小店，也许你可以利用这里啊。我没有想过哎。啊，对了，差点忘了，这个给你。啊，这是桂花酿。你不是说你喜欢喝，还去给他做哟？什么呢？来，吃茶了。什么药？哎，个香油的调价，曾经的唔是广告呢吼。嘿啊，俺妈唔是广告的。嘿，俺堂讲哦，佢哦做佢喺台北打拼啦，前2年哦，夹没拔拼哦，而且转来做生意啊，照顾佢阿妹啊。过来夹没5成的哦，你就无转去台北啦，就带俩开店做生意啊。哦，迄安样哦。我看哦，雅芳哦，甲伊无还适合啦。哎，金贵啊，你放心啦，要件事哦，我做就对啦。我想到伊个请货的办法啦。我打算哦介绍哦总务科长的妹哦，本邱老板，哎呦哦问题就解决了。科长妹还蛮高，哎呦
唔系啦，迄期的天爷妹啦，掠下的是人上班啦。哎呀，亚芳哦，就唔要陪你对做咧，很错冇？那件事情哦，你暂时停下来，莫做，莫做。做嘛个莫做啊？哦，我还没想清楚，想清楚再讲啦吼。哎呀，你上安都做嘛个咧？等你想清楚哦，亚芳哦要骗你咯。唉。水阳，你从哪来的威士忌啊？系啊，有人同講翻，然都唔睬談。唔係咯。香油嘅條架，連以後特別練沙出去按咯，你咁朋友？哎呀，佢牙房都冇講埋，你都去見埋咯。冇啦，阿妹，你想要請對象補牙縫啊？哎呀，唔係啦，一年做一對牙縫，又唔係人哋做通嘅。又唔好，我唔贊成。牙房係呢個線橋誒，那有人做假樣人嚟假線橋，我天敗堂東。我唔好，我反對。爸爸講我有道理哦。還有，混混係呢個筍嘅呢，人講佢許多人唔敢俾人欺負。應該唔會啦。平常時我乜嘅事情是談嘅，唯獨呢下件事情我堅決反對，你要想清楚冇？誒，阿子順啊，你講我都不懂喎，你都個上嘛雞啊？啊？姑，嘿，你有冇要行來啊？唔係當冇行咩？唉，冇事啦，阿我拄去辦件事情，都來經過啦。最近有交女朋友冇啊？冇啊，聽講哦，阿姨姐有一門親好嘅情事哦，看其實哦，阿姑人介紹看看咧。要愛相親哦？我冇愛啦。冇愛，你也冇想年紀也不細，你多得一本來煩惱都其實啊。對方條件談過親好呢，人又講又溫柔啊。記得啦，留條時間啊，看其實阿姑人繼續看看你啦，啊？阿姑。嘿。就講冇愛啊。不行，那是等下爸爸要用的，放好。等下要给爸爸上香哦，吼。這都哪去咯？那葉芳，你有看到人婆婆嗎？茉莉，一大早就沒有看到呢。你也有看到佢，你跟他說我在找他哈。愛迪。文文。要乖乖哦。啊。我點解出嚟啊？邊度？喺台咩啦？主人講幾萬些事情後，最後停唔了。記得佢寒舍嘅事，聽到我身邊走來走去，還沒同我聽說。幾萬講吼，也係伊嘅秘密基地。佢本太嫌觸犯，或者佢鬧脾氣嘅事，要借落了位空地，佢迄陣呢，那屁都發響，就抵得佢心內位，
记老头来唔伫，迄种无国甜甜的。好乖哦，你就讲啊，妈拢无生气啦。无安样啦吼，叫人讲啊，其最后是唔做去规划出来，分过乡。平过年也是出来做规划出来好吗？好啦，错啦，做规划太纯，好冇？原来桂花酱也可以这样拌呢。哎，这样子啊，抹一抹，等一下蒸起来，那个肉的味道就有桂花香。搓一搓。哦，哎呀吼。因为按澎湃哦，那就先切好了啊。妈妈，妈妈，我要吃鸡腿。今天好多菜哦，谁过生日啊？好甜甜呢。哦，眼滴啊。哪一地边嘛该啊？小芳，哎，你下啥物都无去点风啊？唔要紧啊，眼泪就好哈，眼泪就好。臭哎，上次跟你谈开店的事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哦，我还在考虑哎。不要考虑了，买通工哦，我已经请人开始施工了。装潢还是先配合原来的店，里面的设计你可以自己构想。另外，我还帮你想了店名哦，做对吗？你已经开始做了哦。嗯。那你怎么没有先告诉我啊？风行，你就得先试卖啊，看看销路好不好。如果好的话，我们再大量投入啊。你那天不是没有反对？我那天说我要考虑啊，我现在考虑好了啦。谢谢你的好意，我想还是算了。走马该。我要做酱菜啊，走不开啦。两边都得抢你来天数啊！你公公婆婆也可以负责监督嘛。不可能啦，他们年纪都这么大了，而且谁来照顾我们啊？就会很必然呢。你总应该多多考虑未来发生的问题啊。但种买了就种菜，一定唔大啦。可是，假使唔该事情都考虑很多，安样唔该事情都做唔成。但是如果什么事情都不考虑，事后问题只会更多吧？我已经决定了，我安安分分做酱菜就好了。做嘛该？哪都天数设计好诶。没敌啊，那公婆年纪都这么大了，
早就要享福了，我不能让他们这么累。钱吼，小总伊是无要紧啦，佢们冇少，身体会拄唔掉。哎，都8杯6点吼，买件好些的养生汤转了呢。我弟我拄拄想要说养生汤，就按烟买，一甜吼。哪会咯？那迄像头摆好生时，啊用走都走倒去，来，干小来啉啊！等一下，哎呦，哦，哎呦，那个腰又痛了哟。啊，腰又痛的哦。哎呀，佫伊无精神。哎呦，让推啊。哦。有啊，送上嘛。有啦。好嘞，好嘞。好彩有你哦。我就在想啊，雅芳佢要要落，下班用个啥咯？文文会照顾佢啊。文文，佢会太啊，有一个家庭啦。想当初，你们自梦君文啊，做得用咯。感觉那样做唔错哦。唉，来看你哦，真个要想清楚了。那有哦，让自家的心口哦，加本骗人呢。啊，有事情哦，我真个要跳一摆tango过呢。我就在想哦，我同阿老夫的安乐咧，啊雅芳哦，为人家托起个生人呢，喊一摆养个神咯。啊，雅芳用我讲，我冇问佢啊。哦，啊，佢都冇讲，做嘛个笑呢？我只惊哦，佢唔晓得想啦。再有人出面来做啊！我看哦，有些事情哦，嘿，那唔做个太新闻啊。麻烦咯。哦，你那个雅芳要开店诶？你条钱伊哪去边用啊？你用改变主意咯？哦，伊把我按古板咯，我就没有认真每人呢。你想通啦？就今日我讲了后啊。我想清究的，我想讲的话要有道理。你们做唔得特此事，有没有为雅芳的妹来着想？你以为空时价钱咯？哈哈，这时价钱没不易扛啊，用的钱是可以拿出来用啊。你以为打算哈？金贵金的世家种菜，笑得暗太子啊！哎呦！哎呀，金贵金，你的种菜厉害伊出名哦。我想贵去用一只专柜来卖，安尼生意也会较好。
哎呦，歹势啦！俺说到安哦，不是讲到俺名写到安太师哦。唔会啦。错啦，我来请来迄。没有法互人咪讲。迄样样啦，阿峰吼，老奶奶早就离婚的啦。奶奶2年前过身，自从阿峰搬落来以后，我对佢像一家母一样的。嗯。看伊两三吼，伊有话讲，迄讲伊了在有意思，我就也唔要主动伊啊。爱。你会知哦，阿峰还拄得文文哦。爱对亚芳会真心的，爱会好好照顾文文。爱希望你做得成全爱着的。你还免一言两语的事哦，免讲一时冲动哦。金贵锦，唔放心啊，唔讲我聊聊事情，冇问题。爱不但会照顾文文，还有我老阿伯，爱都会留亚芳乡下，好好孝顺尔着的。外口那间店的，就会为到我的事业，安样生发就冇问题。阿峰啊，妈，条啊哦，自身个店的又打电话来，讲团体订货的，我两相给付出啦。本来哦，也讲讲会送过去啦，你啊身体冇爽快，你做得天数送过去冇？好啊，我不会送去啦，你放心啦。啊，好好。两个就就好啦，你行行去哈。好啦。亚芳，好久不见了。哎，马街啊！阿媽很難送來啊，我個面嚇。哦，先放着。看，你觉得这样的设计怎么样？還不錯啊，你要擴大營業？黑啦，这是给你开店用的，不是说想留在南庄发展吗？可是我不是說過我沒有時間。不管啦，反正我已经弄好啦。现在可以先做宣传，等将来你有空的时候，随时可以营业啊。还有，若要迄个心愿，我说爱上，爱着做得乡下经营啊。妈，你还没睡哦？睡唔落觉，上前面讲着话没？感冒有较好无？有啦。哦。阿妈，什么个事情啊？伊感觉先受个去调家样板。妈，哪有闷哦？我感觉伊啊，很帮忙我们哦，还对你也不错。咁我对你表示过乜嘅哦？你不喜欢就算了。哎，谈讲哦，佢个姑妈很着急她的婚事哦，一直找媒人哦，都在做媒人哦。真紧哦。真紧啊！但
恁唔会反对这件事情啊？你这个担心这个啊，放心啦，俺应该甲用莫落骨般都安用啦。你老俊文吼，言风一仆啦，有个权利吼，请一家个幸福。俺老爷讲讲哦，也莫希望你啊，后半辈子孤孤零零的一个人呐。俺感觉，个心想诶，是以后个后生美。那你对他印象好的话，要好好把握啊。这是你公公要帮你做生利用的本钱啦。哎呦，你就唔要欠伊的人情的咩？我把紧拢。哎呦，莫急啊急啊，水了，错过了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你对庄家已经做得够多了，有提一家想过呢。个心有爱，对我们也不错。哎，我就放心了没。亲讲哦，形容啊，就要按样打扮才好看。松柏啊，莫好好替你们办婚事，礼拜啊，一定要好好办。来，两有款，不易。妈，让这个输电啊！那本来就要本意的啊，一次无机会咩？你要莫输哦，我心肝肚会难过。来，来对带。感情半天，你离开哟，你就像俺阿妹一样的。为了你的幸福，俺要做亲后，亲后。好嘛，因为娘很久哦，你那心用茶来的了。对。新郎新娘吃汤圆，双双对对，圆满富贵。好不好吃？这个啊叫做桂花酿汤圆，是我们南庄这一带很有名的客家点心。记得小时候，我妈偶尔也会做给我们吃。什么该啊？没了。红粉的建设，伊强哦。
又让我给些意见啊。阿凤要幸福无？我按做错啊唔错？错啦，你按做绝对冇唔错啦，你放心啦。